大家好，我哋係心思。成日聽到有人話某某嘅記性唔好，若果俾你一個過目不忘嘅記憶，你要唔要？唔開心嘅回憶大家都會有，若果現在有一粒藥可以將你某段時間嘅記憶完全抹走，你又會唔會食？今日故事嘅主角阿 May 同佢拍咗拖6年嘅男朋友分手，若果問阿 May 想唔想抹走佢哋嘅記憶，你估佢又會唔會？尋日同公司同事飲茶，平時一張台都坐唔滿，尋日就坐滿2張大台，仲大部分都係男同事。原來係公司靚絕銅鑼灣嘅阿 May 同拍咗拖6年嘅男朋友分手，分手對阿 May 嘅打擊好大，佢唔敢再去佢哋去過嘅餐廳，行過嘅路，就連佢哋坐過嘅車，阿 May 都唔敢再揸。聽到呢一度，我即刻諗起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寫嘅遺忘本能。簡單嚟講，我哋嘅大腦就好似部電腦，我哋感受到嘅事就好似通過鍵盤輸入電腦，首先出現喺電腦熒光幕，然後再儲存喺電腦嘅硬碟。我哋大腦嘅硬碟就叫做海馬回。你想象一下，一日見過咁多嘢，個腦邊度有咁多位呢？所以我哋個腦有個機制，用嚟刪除冇用嘅嘢，本書就叫做常態遺忘。海馬回記住時間、地點同人物，但係記憶最重要嘅係情緒，由杏仁核控制。呢一個杏仁核超級負面，佢就好似一部噴墨打印機，將最鮮艷嘅顏色噴灑喺例如恐懼、憤怒同悲傷嘅負面情緒上面，結合埋海馬回嘅記憶，就令負面嘅事超級難忘。想象一下，記憶就好似一張寫滿字嘅紙，開心嘅事就用白色嘅墨嚟寫，唔開心嘅事就用鮮紅色嘅墨嚟寫，咁樣你就只會睇到唔開心嘅事，就好似阿 May 同男朋友嘅甜蜜回憶，全部噴上悲傷嘅墨水。有句話，快樂的文字是白色，諗落都幾慘。你哋又有冇試過壞嘅回憶揮之不去？留言分享下啦。咁點樣幫阿 May 呢？本書話有2個辦法，第一個就叫做暴露療法，就係透過逐步面對負面嘅回憶，減低杏仁核嘅過度反應，就好似重複咁睇一部恐怖片，直至到唔怕為止。例如同阿 May 去返舊嘅約會地點，慢慢淡化。但係本書話要專業治療師指導，唔好亂試啊，否則更慘。若果覺得暴露療法太殘忍的話，第2個方法就係催產素，佢係愛情激素。本書話可以壓抑杏仁核嘅活動，透過社交互動，例如拍拖、擁抱嚟釋放。好似呢班男同事，好似狗公咁獻殷勤，就係想刺激阿 May 嘅催產素，幫佢忘記男朋友。既然大腦天生負面，就好似反轉老朋友呢一部戲裏邊嘅一首，成日唉聲嘆氣。若果話仲要過目不忘嘅話，我都唔知點面對呢個世界。至於抹走6年嘅記憶，班狗公就梗係想啦。我哋今日嘅故事就係講到咁多，你哋有冇治療失戀嘅秘技？留言話俾我哋知啦。本書仲有好多趣事，就好似遺忘可以幫助創意爆發同阿茲海默症嘅秘密。有興趣嘅就買本書嚟睇下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